各位万声里的里民，大家好，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，我是王来。我是咱务即个圣诞节呢，拄啊过，所以呢，咱搁要来讲一个圣诞节相关的主题。毋过呢，伫咱即礼拜开始之前，爱先甲大家讲一件代志。嘿，这件代志我个人感觉是真重要，就是咱嘛知影最近咱台湾的立法院就是无按照议事的规则，强行通过真济法案，啊，这样是咧宪法的法定嘛，因为在野党的关系，无法度好好啊去运作，所以由民间的团体发起这个人事废止的4个公投的提案。啊，这提案的内容是啥物呢？第一个就是900公投人事的内容，就是伫大法官伫做宪法判决的时阵，至少爱有10名大法官做伙参与讨论。啊，若要宣告某一件代志是违宪的话，至少爱有9位大法官同意。即个规定呢，你是毋是同意甲取消？啊，咱知影，目前敢若有8位大法官嘛，啊，谁了无10位呢？是因为在野两党无同意总统提名的人选，所以10位无法度斗齐。啊，咱最近有一个在位法通过嘛，啊，这个在位法其实是对大家足不利的。啊，8位法官内底，阁有3位无要做讨论，嘛无要出席会议，所以这个条件是完全无法度达成的。嘿，所以我感觉要爱有9位大法官同意这件代志，我感觉是有诚无理啊。嘿，所以是投同意废除。啊，第二个公投人事内容是90002呢，是伫发起罢免案的时阵提议人，就是第一批人事的人，必须附上家己的身份证正面甲倒面的影本。啊，你是毋是同意甲即个规定取消？啊，第三个嘛有诚差不多，就是90003的公投人事内容，就是伫罢免人事的时阵，每一位人事的人，就是大家你甲我拢爱附上家己的身份证的正面甲倒面的影本。你是毋是同意即项规定取消安尼？啊，像咱进前伫抓本人事的时阵，就已经爱附你的住的所在、你的住址，啊，个身份证号码。所以，若阁要加上正面甲倒面的影本，我感觉足歹保证有人袂去偷摕来用。像进前都有一寡党，因就是伫偷摕人的资料来人事嘛。啊，到尾发现有足侪已经过往的人事，所以我感觉这就是爱避免才问题，啊，搁避免有人。毋过即马伫人事的时阵，敢有需要附即个身份证？新的版本需要写的。哦，新的哦。嘿嘿嘿嘿。吼。嘿，啊，搁最后一个第4个90004的公投人事内容，就是若有人伫罢免案内底偷偷用别人的资料，无经过同意的无名提议，也是人事会防处罚5年以下的刑期加拘役，啊，上济是罚100万。你是毋是同意即条刑法规定取消？啊，就是有人会讲哦，刑法修重啊，无命毋对。啊，毋过其实这已经都有法律会当处罚啦。这5年的罪真正是相当，因为会当用伪造文书甲告诉法来处理的，所以你无必要搁去用这条嘛。嘿，啊，因为有人嘛。这边讲，就是有的人会惊风告，所以就毋敢提议，也是要人事罢免，这就会压缩着人民民主的参与。嘿，啊嘛会造成是啥物政治的工具啊？因为罢免定定会牵涉着政治的对立嘛，所以这条法案会做简单互摕来恐吓，也是做无好的代志，所以应该废除。
啊，所以呢，咱正是这4项，就是拢爱人数拢是同意会度的。啊，遮伫甲大家讲者，因为即届的人数是用自然人凭证去人数的，所以大家若无自然人凭证的话，就爱去户政申请。啊，这呢，因为是4个无共的法案嘛，所以你成立了后呢，就爱分别填4个人事书，毋是干那一个就好啊。嘿。所以若无自然人凭证的，就赶紧去户政申请。啊，这人数的时间呢，是到2026年的1月30号为止。对。啊，因为这是我家己较片面的了解啊，嘿。大家若搁较想要知影到底是安那，我感觉就是去找资料。对。大家会当做家己的决定。对。啊，若住伫英国有想要做这个人数的，London 有人有即个迄个读卡机，会当含迄个进前迄个罢免人数的迄个口罩来去做联络安尼。嘿，好啊。转来讲即个圣诞节吼，咱旧年的时阵嘛有做一集，即个讲即个圣诞暗顿，含英国人圣诞节开足侪钱是欧洲冠军即只代志。对。嘿，我会记我旧年介想有小可对因遮会开足侪钱即件代志，小可不以为然啊。感觉因足痟的，啊毋过呢，我今年呢竟然呢买一粒细粒的圣诞树啊。你竟然你是要塑胶的吗？你昨无看到？你讲伫倒啊？窗仔门边啊。对，窗仔门啊。啊，就足细粒啊，就白色的啊。安尼我真正就细。我最近目睭无好，你毋知？对，我知。我知。对。啊，为着买迄粒圣诞树呢，搁买一堆物件来配。对。啊，搁甲阮囝买一寡圣诞节的衫，因为都爱买啥物 Christmas jumper 有无？对。好买爱。对，因为因就开始一堆圣诞 party 啊，大概去圣诞 party 就搁买一堆有诶无诶。系啊，而且我今年竟然买3组圣诞卡片，我平常是无咧写诶。啊，毋过是阮查某囝因班囡仔拢会互相写。我本来想讲，今年介绍无收到这个卡片，莫写好啊。结果呢，就是最后3天，大家拢开始写，开始一直收到。我想讲，错赛紧来写。对啊，我嘛有特别写互几个啊，即个年纪较大的即个厝边啊，因为因平常拢家己住，所以感觉较无堪别人咧来往，所以我嘛写一寡卡片互因安尼。真大心呢。对，就是迄个咱爱即个做创立即个社群的即个感觉有无？系啊。啊，今年咧，阮查某囝嘛开始要讨礼物啦。我足认真的去找一寡礼物，有诶无诶，啊包起来送互伊。安尼好加在呢，系安那？恁查某囝知影 Santa Claus 毋是真诶即件代志吗？我感觉即件代志足好笑的，因为阮自早就甲伊讲，即个圣诞老阿伯毋是真正诶，迄是故事内底才有诶。像伊嘛知影讲 Elsa 是故事内底才有诶。好。啊，伊个因为即件代志去牵因同学冤家，伊讲来讲阿母，迄个送乐讲圣诞老公是真诶，啊毋过毋是。我讲对啊，啊毋过不要紧，有诶人因阿爸母会甲因讲，圣诞老公是真诶，安尼因感觉较有迄个较有迄个囡仔时诶感觉啊，过节诶感觉。嘿，对。啊，结果呢，我想讲伊应该了解啊。结果呢，有一天转来，伊讲阿母，圣诞老公是假的，啊毋过圣诞精灵就是 elf 是真的。我讲你去倒位学来讲，这个 elf 是真的。我讲，伊讲真的是真的。我讲你敢有看过圣诞精灵？伊讲有，
阮学校有，我讲迄敢毋是塑胶做诶，伊讲无，伊看起来是塑胶做诶，啊毋过伊会动。我讲你是看着鬼哦，伊毋是鬼，是精灵。哦对，哦笑死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讲到礼物啦，对，我有买足济礼物要送阮查某囝，而且呢一定爱包起来。因为你若无包起来，因为伊就会甲我讲，啊母你啥人拢无送我礼物，我讲我买足济物件互你，我哪有无送你礼物？伊讲啊，毋过你拢无包起来，迄根本就毋是礼物。所以我就买足济细项物件，拢一个一个包起来，安尼互伊。啊，毋过好在今年阮大家讲，今年大家拢开伤济钱，因为阮大伯结婚嘛，阮兜就对。一切对，咱兜就嘛是开足济钱，佮弄车佮啥货对。哦对，对，所以呢，大家礼物拢，大家就讲今年大家礼物就是拢莫买，规气拢莫买啊，因为反正咱以前拢是你要爱啥，你就直接一个网链互对方Amazon还是啥物诶，你家己直接点落，安尼伊讲规气莫送啊，大家要买家己买就好啊。啊，送囡仔就好啊。啊，有省一寡钱起来。系啊，啊，恁兜今年有开销有增加无？阮兜今年开销是无增加，啊，毋过我个人诶开销有增加。哦是哦，系啊，因为我开始做工课了，我就欠一寡钱，我就要用家己诶钱买礼物送互，就是送互大家迄边诶人啊，系啊。哎哟，友好诶新妇，毋是我。友好诶新妇是三顿烧。我是无，因为我就是若爱上班诶时阵，足济时间拢是毋是阮大家咧带，啊无就是阮大姑诶查囝帮阮带囡仔。所以系啊，阮若大概甲因兜诶人出去，因为阮翁是弟弟嘛。所以拢毋免伊开着钱，你敢知？万囝就是有即个好处。对，所以我有当时会感觉较歹势啊，系啊。啊，所以就是较大汉囡仔是阮大姑诶查囝，伊就是阮翁就是会准备卡片，啊内底放现金。啊，我有工课了，我就会加送有迄芳味诶蜡烛。啊，囡仔因。阮翁妹妹的囡仔，阮就会买衫啊，还是买佚佗物啊安尼。所以其实因为阮大家才是圣诞节拢是，就拢甲阮来遮甲因阮大姑甲阮安尼做伙过嘛，阮就毋免搁开车，搁大寡细寡去Wales安尼啊，所以嘛是有较省啊。对啊，因为拢是。大家做伙过圣诞节，所以阮嘛毋免去准备讲爱传什么料理，爱做什么物件诶，拢是阮大姑因兜处理，所以嘛是省诚济嘿。啊对啊，因为咱旧年讲即个圣诞节食啥物诶历史嘛，对啊，佮有讲即个圣诞节开销，啊，今年咱来讲即个圣诞市啊，Christmas market 诶即个历史。啊，这个 Christmas market 呢，上开始其实是即个12月诶市啊，就是迄当阵诶12月市啊，大家就摕一寡物件出来卖啊，就是小可像咱咧办年会。啊，上早有记录诶，即个12月市啊，是伫即个维也纳，就是维也纳吼，维也纳是伫13世纪诶时阵，啊，伊本来是一工尔，一工。即个市啊，互逐个买肉啦，买一寡过冬要用诶物件，就真正就像咧咱咧办年会就对啊。啊，后来到14世纪诶时阵呢，开始会有一寡做手工诶人啊，像卖佚佗物啊诶等等诶人嘛来摆搭。啊，搁来做即个圣诞诶装饰品诶嘛来啊。因为因足兴迄个，你迄圣诞树啊也爱装嘛，啊厝里嘛爱装嘛，对嘛？因毋是拢会放迄个三个国王含一寡羊啊，含即个骆驼，啊，搁有迄个Baby Jesus， 对，耶稣含因母啊，
对，就无 Saint 就无礼 Mary 貌啊，对，还有对，还有迄个马条嘛，对有马对，嘛，嘿，对，嘿就是迄因像阮大家都会伫厝里摆遐诶物件，所以因就是哦，对，逐个过节进前拢会买遐物件来厝里摆安尼。嘿嘿嘿，嘿，迄是14世纪诶时阵啊，对，卖一寡迄个用手工做遐茶做诶物件。嗯，后来呢，佫会加入即个唱歌跳舞诶即个节目。啊，过呢，即个风俗着拖甲规个德国拢有啊。哼哼，拄啊呢，到16世纪诶时阵，拄着即个宗教革命啊。即嗯，关宗教革命诶即个故事，逐个会去当去参考咱之前有讲即个亨利八世诶故事。啊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嘿，嘿，毋过咱即摆是德国，德国呢，迄当阵有一个马丁路德吼，伊就建议嗯，讲，伫即个耶稣生即个时阵呢，是送礼是上适合诶。嘿，所以呢，圣诞节来送礼诶即个概念，就伫即个时阵发展起来，变做一个流行。所以呢，对，伊是做诶人，时阵啊，想袂到伊就是资本主义诶糟糕，毋是啦。哦，嘿好，嘿，所以讲呢，即个市仔就变甲足受欢迎诶，因为会当开始买物件来送人。嘿嘿，迄当阵诶，即个教堂呢，不然想讲，哎哟，即个圣诞市仔呢办伫因诶边仔拄啊吼，逐个会当洗洗顺顺入去即个教堂去做礼拜。嘿嘿，结果呢，即个市仔就是受着欢迎，嘿，颠倒逐个拢无爱去教堂啊。啥物人要哦，坐伫遐伫遐哦？结果呢，对。嘿，了后呢，到即个19世纪工业革命嘛，逐个开始生活变过得较好啊。对，即个劳工改站的出现，嘛互即个圣诞市仔的即个数量开始成长。嗯，当时伫柏林呢，19世纪的前半段，圣诞市仔的即个担也是讲环啊，毋是咱原住民的迄个环啊，是贩子摊贩的贩是环啊，嘿环啊，数量呢伫35当之间增加一倍，为哇，300担变600担哦嘿， ，600担诶，对嘿，啊。迄当阵呢，就足趣味诶，因为即嘿，个圣诞市仔变甲足穿诶，就开始呢，即个警察就开始嫌啊，讲安尼哼，人足济足危险诶，变甲足乱诶，治安无好。即个精英诶街站呢，就去嫌讲遐诶路边摊啊，俗物无好货。嘿嘿嘿，即个百货公司嘛，开始咧怨叹讲恁安尼排单，安尼阮就无生意啊，咱生意拢互抢了了啊，吼。就叫即个圣诞市仔讲，恁若搬去较外围的所在，恁莫搬伫即个市中心。所以呢，过了当即个哦，圣诞市仔，因为呢搬去迄个较外围的所在办，变得佫较无遐济人去啊。嗯，后来即个圣诞市仔是安怎回转来到即个市中心的呢？是因为哦，纳粹，艺人，对，因为迄当时的政党呢，无论对一党拢想要利用即个圣诞节来符合家己的事实，含即个政治宣传。嘿嘿，即个纳粹呢，想要强调讲即个圣诞节是德国的即个哦，部分，传统德国，伊就是因为伊拢要讲迄嘛，对嘿毋对？嘿嘿，即个政党的即个官员伫咧耶稣出世的迄个场景内底呢，佮加入即个纳粹的像哦。哦，伫即个降临节日当中呢，佮踢一寡党的即个宣传品，而且因佮去改写即个平安夜，就是 Silent Night 迄条歌诶，即个圣诞歌、圣诞歌内底的歌词，去甲即个歌内底诶，即个基督教的成分降互较低，嘿，嘿。了后呢，即个纳粹的官员开始甲即个圣诞市仔的装潢统一化。因为你有看即摆市仔毋是拢有一个 hatch，迄个插座的对迄个厝，嘿，对，佮甲会当买物件拢甲统一化，像嘿，迄拢一定爱德国做诶，即个嘿，装饰品啦、佚佗物啊、工艺品啦、烟尘啦、嘿嘿，糖啊、四手啊，因有特别去强调讲是德国做诶，因拢是爱 Deutschland 安尼。
Ausdeutschland 安尼吼，啊嘛就认真咧杀即个圣诞市啊，因为因相信讲即个卖德国做诶物件呢，会当刺激经济，啊，佫会当甲即个国民诶即个德国精神叫醒。Deutschland 就是啊，因嘛是的确就是足成功的，因为因1936年就吸引超过200万的人次去柏林的即个圣诞市啊，对对。啊，毋过后来呢，就战争啊，所以呢，即个即个经济萧条啊，即个圣诞市啊嘛停几个冬。啊，战后呢，即个战后即个圣诞市啊呢，足紧就搁流行起来啊。即个60年代、70年代，因为经济足发展的，而且迄当时呢，即个消费主义长咧兴，啊，即个圣诞市啊，就搁较旺啊，开始变成大型的即个文化活动。啊，迄个当阵呢，即个逐个城市的市啊呢，逐礼拜拢有上千台即个公车载人入去洗。啊，搁过50冬到2019年的时阵呢，德国的圣诞市啊，已经为950个变做3000个啊！是蛤蟆啦！系啊，是有偌济城市，敢真正有3000个城市？应该是乡镇拢伫用吧？就应该种是啊，像阮即马就是逐区拢嘛有咧做。对，阮遮嘛有。系啊，啊，逐个有发现无？面顶拢无讲着英国哦。现呢？拢咧 Deutschland 嘿，因为拢咧食德国安全啊！对，德国安全。因为呢，即个无出现英国，是因为即个圣诞市啊，爱到1982年才出现伫英国。够晚呀！嘿，对，所以即个万城的即个圣诞市啊呢，才20通岁尔。嘿，英国的即个头一个圣诞市啊，是伫林肯。迄当阵呢，林肯的一寡市议员走去德国查考，看到即个市啊，感觉哎哟袂歹哦，就所以就开始咧伫林肯做即个圣诞市啊。啊，一开始呢，惊若无够10大，后来变甲足侪人去诶。近几年哦，讲坐甲吼伤侪人，坐甲即个市政府呢，甲规个活动取消去，伊讲人伤侪无安全啊。天啊，嘿，啊，毋过因为因迄小所在啊，一困头10万人去，惊死人。要紧，系啊，警察是要怎管？系啊 ，health and safety。对。嘿，啊，万城的即个圣诞市啊，啥物时阵开始呢？是为1997年开始呢，迄当阵 Frankfurt 法兰克福，遐开始呢合作英国的几个大城市来办即个 Frankfurt 的圣诞市啊，包括曼城啦、伯明翰、爱丁堡、利兹，拢是迄当阵开始。啊，因主要的卖点就是德国式，德国烟尘对，中一定要有一搭伫遐卖德国烟尘，啊，一个德国烟尘都是使用啊。嘿，对，啊，一个迄个圆圆的迄个配套啊，伫遐中一直海，啊，面顶啊几百条烟尘伫遐海。对。对啊，大概去市市啊，一定爱食一支德国烟尘。我是食迄什么啊 waffle pancake 即款的。对。啊，即摆万城即个圣诞市啊，即摆是超过200大，听讲今年是270大。啊，分10个无共的区，伫市中心面有10个无共的区，啊，人逐个区拢有一个主题。是哦，我叫咱去说，完全感觉袂出来。是哦，系啊，对，因为我知 Piccadilly Garden 一区嘛，啊，St Albert Square，啊个什么空 Exchange 遐，就是 Andale 迄边遐，啊个对啊 ，Spinning Field 遐嘛，你拢有去着？我 Spinning Field 遐无行到，啊，毋过其他我有行过，都拢甲进前差不多啊。因可能是因感觉有无共主题。对，
毋过听讲即个万城市诶市啊，即马逐档有差不多700、900万人来洗哦，就这，人厝啦，嘿，对。哼，因即马就是有迄个摩天轮嘛，伫迄个市议会头前有摩天轮嘛，对，了后佫有即个摩外就是迄个烧红酒啊，对一定要有德国烘烟尘，对，佫有荷兰的松饼，比嗯，利时的松饼等对，等，对，嘿。以早佫会当出兵，毋知即马佫有无？出兵将是可能是伫迄个什么，毋是 Northern Quarter 一个叫 Northern，迄个 AMC，就是看电影遐，你敢知？哦，伫 Dingsgate 遐，我知，嘿嘿嘿，我知遐，嗯，对啊。我拄仔牵阮东翁拄仔伫做伙诶时阵有去厝边，嘿，伊足欢喜，伊看厝边就好耍，因为有咧厨房嘛，所以就厝甲足欢喜。留我一个人伫后壁慢慢厝一个骨倒。哦，你结果裤会澹去诶，毋是，我规个大腿乌青，你敢知？我的毋过呢，对，迄当阵就有一个教练进来甲我喊起来，迄天，个教练有够缘投诶。迄当时想讲即个男朋友毋免啊，真的，甲教练开始，无甲开始教练留遮电话。随讲教练我骹软去，我大腿哦，说你帮我落落。即摆是咧开车啊，因为较雄晚雄驶车起来。对，我看今年的报道啊，就是足侪人讲即个物件愈来愈贵啊，就是一组烟尘甲芳爱8磅，秘鲁爱6磅，mac and cheese 爱12磅，摩天轮计上嘛爱9磅的款。对，摩天轮一个大人甲厅诶就是9.5，囡仔是7.5，你若一家伙仔四个人是30磅。哇，真正是！你敢知迄摩天轮生偌紧？我感觉毋免1/10就坐落来啊咧。伊这做好趁呢。真诶啊！嘿，嘛有人讲因愿意去开即个钱去食气氛。毋过我爱讲，虽然这毋是我会开的钱，毋过我感觉这听起来，即个价小堪应该是堪餐厅差不多。对啊，因为即摆食餐厅一个人嘛是快要得要20磅嘛，对毋对？毋过食餐厅毋免伫外口寒。无毋对，所以我看迄个新闻下骹流卖，足侪人讲我规去餐厅食就好啊，我含你伫遐扇风食迄用纸盘嘿。今年我有想要去买迄个伊个 hot chocolate，就是伊有无共款呢？迄边讲口味哦。对，无讲我若想，反正有3种口味，看起来拢真好食呢。迄杯啊，因为迄杯啊，学是你买饮料时阵就顺刷甲迄杯啊钱，做伙算。迄杯啊嘛真古锥。对啊，就是逐档拢有人会特别去啉迄个饮料，所以会当收起迄个杯啊。对，迄杯啊真为着要收迄杯啊，特别去啉饮料。对啊。毋过我看着迄有一寡报纸有咧写讲有袂少的即个烦恼跟报咧 complain 讲即个景气无好啊，生意歹做。因讲今年比过去20档卖上歹的一档。真诶？对，因讲而且可能旧年可能4个人一口走来有无？因就会点4份的物件来食。今年呢，因是会做伙点1份，佫甲讨4支签仔来食。对，真正差真济。下骹就有人讲你因为你物件就遮贵啊，是要安怎付会出迄个钱？对啊，逐个因有感觉着讲真正是逐个比如讲物件拢变贵啊，就是电啊、水啊，啥物货拢变贵啊，所以生活较歹过啊。逐个当然是即款时间就
较袂摕钱出来，系啊。而且伊迄租单迄租金应该嘛袂少，所以拢会反映伫成本内底，伫计数内底，所以变悬。对啊。啊，毋过嘛有人去，啊，就会讲，其实就是开伤济共款的店啊。系啊。啊，你开伤济共款的店，就是你去的人感觉无聊，啊，开店的人就会感觉生意就互分走去啊。对。系啊。因为这是要卖Deutschland Entzen 不是，袂记你要安发音啊。袂晓讲。对。对。其实咧，这市民对这圣诞市啊是搁爱搁怨切啊。爱就是讲有迄个过节的气氛啊。啊，有诶做生意的人可能伫市仔边啊，因诶即个生意就会变好。啊，毋过讨厌诶就是讲，为11月初开始就一直塞车。尤其是即几冬拢提早到11月初就开始啊。啊，搁撑到1月初才会结束哦。明明圣诞节25号就结束啊呢。系啊。即2个月大拢咧人客人，其实会足烦诶。我甚至有看到讲有某一个城市，我袂记你是对一个城市，因为伊市中心拢咧做即个市啊。伊是一个较细用诶，即个款较老诶城市嘛，就是因通常因路诶规划拢会较矮安尼。啊，人伤济，所以无法度提供坐轮椅诶人通过。因爱北开放，爱特别去开放暗时诶特别的一个时间，才会当互遮坐轮椅人到市中心入去。对。就是你等于你坐轮椅人，你是无法度入去市中心诶。敢会伤超过？系啊。真诶啊。系啊。啊嘛有一寡做生意诶人，颠倒讲因诶生意拢用抢走，即2个月时间就无啥物人。对啊。就足趣味啊。共款是做生意，有诶人食会着即块，啊有诶人定来会当坐伫遐等伊结束。嘿呢。啊，不过你讲到迄，就是塞车这，我感觉我最有感觉就是我11月11月中的时阵，就是要去万城甲朋友唱歌啊。伫个拜五暗，啊，都有足侪人会想要去踅圣诞市啊。因为伊迄就是暗时还有迄灯嘛，就看会较水。我通常开到市中心暗时啊话，差不多40-50分吧。结果我开差不多1点半钟才到。哇，伤暗吧？真诶。对啊。啊，你会记咱顶摆去市中心啉酒，伊规个踢到毋知人去啊，咱搁爱踅外口哭外围。对啊。哭外围啊，去上较北边诶所在，搁较哭入来。对。我其实家己拄仔来前2冬有去 Manchester 看 Bath 诶即个圣诞市啊。啊，毋过了后就足少去啊。因为就是我印象就是人足济，寒淡，因为拢会小可落雨啊。啊，上重要就是买无物件。对。啊，因为拢足济拢是咧卖，毋是咧食甜诶，就是食酒啊。对。啊，有诶单你看起来伊规单就是感觉伊规单拢是义乌来诶 ，Made in China 迄款，你就袂想要买。对啊。啊，行几单佫是一个咧卖棉仔糖诶，佫是一个咧卖啥物诶，就是拢足济拢卖。嘿。你今年敢有感觉足济卖共款诶物件？我感觉注意早就足济，因为伊无共区嘛。迄无共区一定拢有。迪高恩城，迪高恩城佫卖糖啊。对啊。一定拢有济，啊，佫有卖插头诶物件。对。对啊。而且咱这若逐冬天真正是去甲会跣。对啊。啊，毋过今年我开始会去找一寡迄个小店家己诶即个点灯诶活动，因为因拢有迄个 light switch on 嘛。对。啊，通常因边仔就是会有迄款一工诶即种市啊。啊，迄款就
就会有较有法度去找着一寡在地经营的生意人出来摆摊。嘿，像我月初去一个 Withington 的市啊，伊讲实在伊无啥物气氛，就是迄款普通的迄款 gazebo， 就是乌色的迄款的，啊，毋是插头做的迄款厝的迄款搭。啊，毋过伊卖的物件我拢足介意的。像我有一个阿伯，伊就是会伫万城找一个区，啊去伫遐散步，伫遐住几个月，啊了伊甲伊看着物件画做一个画册，啊佮写一寡文字的记录，啊印做一本册。啊，一本嘛才10磅尔，我就甲伊买一本。系啊，我甲伊买一本 Northern Quarter， 我感觉真有意义。对。啊，另外一个我就要爱买的，就是当地的芳蜜。我去倒位拢咧买芳蜜。为啥物啊？啊，因为阮兜就食足侪芳蜜的啊，啊扫也食芳蜜啊，啊我食优格嘛混芳蜜，啊我伫遮就买2罐，因为伊是迄是就是伫边仔的公园产的，啊伊有一罐是热天做会花出来，啊一罐是冬天的，所以佫无共味哦，对，足特别的，所以我嘛有买，啊佫有人来卖迄款，譬如讲中国的迄款老衫，50年代、60年代风格迄款的，迄我嘛感觉足特别的。嘿，啊嘛有人会卖家己做迄个破链啦、耳钩啦，就拢足有个人的风格迄款搭，我就买甲足欢喜的。系啊。听起来甲阮遮的 Trickle Market 有真仔像。对，就是其实应该看平常时的，因就足爱摆搭迄款的搭是足像的啊，对啊，系啊。我今就是昨因为阮遮有 Trickle Market 嘛，毋过我算是第一届，哇，伫遮住遮久，第一届伫圣诞节进前去踅遮的 Trickle Market，啊，就有一寡传统的表演。嘿。我感觉会当带囡仔去踅迄看着传统的表演嘛是真好，互因知影遮的历史啊有啥物无共款的物件安尼。对啊。我进前我打来的时阵是去 London 的 Winter Wonderland，迄人真正London 是毋免讲啊，人客人啊，因为 London 的。Winter Wonderland 伊的时间就像你头拄讲的，差不多爱2个月，按11月初啊，甲1月结束嘛。所以阮有一阵仔囡仔较细汉的时阵，阮就伫圣诞节了后去带因去踅，啊嘛是佫有迄气氛啦。啊，因为带因去踅迄当阵已经无啥物人啊，啊若一个人要算，就是一个囡仔要算，啊迄个。迄头家问讲啊，你无买2个做伙好？阮讲毋免一个就好。伊讲不要紧，免费，因为暂时无人，所以当阵带囡仔去，因就会算啊足欢喜安尼。真正就好。系啊，你圣诞节过去算个毋免伫遐人客人，因为人较少啊。啊，对。啊，我头拄仔看就是即届 Winter Wonderland，伊这样是爱收门票诶。哈？进前毋免哦。进前毋免啊，进前行入去就好啊，这样是爱收门票。一个人5磅，嘿。啊，入面会当创啥？入面就是嘛，是有伫卖物件，啊个就是迄游乐场所，就是圣诞市啊，甲游乐场所安尼结合做伙，反正规个 High Park 拢是这就对啊。介绍嘛袂歹啊。我是感觉会无去过，当去看嘛啊，就是找平常时。拜一到拜五，拜一到拜五去，就是莫拜五，因为有人可能拜五就是拜五拢会较无用，对，所以人会较济。啊，毋过我是较建议就是圣诞节过了后去，较会无人啊嘛真好耍安尼。伫惠地的即个圣诞市啊，就是一个足复杂的物件，都有人介意，有人无介意。对。啊，有的人呢受到伊的影响，有的人呢会欢喜，有的人悲伤，安尼。对。
对，啊，毋过呢，就是分享互大家啦。感觉大家呢有兴趣，其实嘛是会当去圣诞市啊看诶。对，我感觉这是台湾的即款圣诞的节日嘛做甲真好诶。我看迄 Instagram 做侪人分享高雄诶，害我嘛做想要去说呢。哦，我有去看过，伊迄电火点起来的时阵啊。对，是袂歹啊，就是对啊，啊，毋过就是就是较无遐寒，较无遐寒。对啊，就是差足济啊。对，所以对啊，进前有一个，毋是有一个 YouTuber， 伊为法国搬转去，伊拢会当穿短裤去看圣诞电火，有够爽诶啦！超爽诶！对啊，啊，我上介意迄款圣诞节啊，是有上好是有咧卖盐酥鸡啊、花果啊。我不爱食啥物，我则不爱食啥物德国烟肠。好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对，好，安尼今仔日就讲到这差不多，就感谢大家收听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再会。清香过一地，青菜水果青。人来对落水溪，参农民行同齐，拢来坐，烧酒来烘茶。落水溪，请人客，上清气的土地。稻啊青香过一地，青菜水果青。